你是否曾想过，耶稣基督的见证究竟是什么？Sama indai。你可能以前听过这些话，也许是在教会，也许是在研读语言的时候，但他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？让我简单的解释一下。在圣经中，具体来说，是在启示录2章17节，上帝描述了他末世的子民，他称他们为渔民，并用2件事来定义他们。首先，他们是忠如一地，遵守上帝所颁布的诫命；其次，他们坚定不移地持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见证一词在希腊语原文中是 martyria， 其本意就是证人，指的是亲历者所提供的证据。试想一下法庭上的情景，证人是绝不会去复述那些道听途说而来的传闻的。证人说：“我亲眼看见了，我当时就在现场，事情经过就是这样。”因此，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不仅仅是关于耶稣的教导。这正是耶稣亲自在做见证、说话、境界、启示。那么他在哪里做了见证呢？圣经向我们指出了3个地方。第一，橄榄山。当时呢，耶稣正坐在橄榄山上，门徒们悄悄地来到他身边，问道：“请告诉我们，这些事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？”这段经文出自马太福音24章3节。耶稣坐在山上对门徒说话，在他的领导的门徒里，要提防欺骗，也要提防假基督。他说：“耶和华的民要攻打民。”他描述的是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，那正是耶稣亲口所说的话。第二，河流。我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：“加百利啊，要使此人明白这一项。”但以理书8章16节。在但以理书中，一位荣耀的生命在河边显现，他的外貌与启示录第1章中对耶稣的描述相吻合。他向但以理解释了列国兴衰的规律，上帝子民在历史中遭受的迫害，以及末世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。那正是耶稣在他将生于伯利恒的数个世纪之前，通过预言所宣告的话语。第3点，我们要谈到鱼，正如启示录第1章第1节所记载的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。当时使徒约翰正被放置在荒凉的巴莫岛上，在那样的境遇中领受了这些神圣的意象。耶稣在耀眼的荣耀中向他显现说：“把你所看见的写下来，把将来必成的事写下来。”约翰写下了启示录等，因此当圣经提到渔民拥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时，意味着他们顺着耶稣在山上所教导的，领悟了耶稣在河边所启示的，并洞悉了耶稣在道上所展现的完整途径。山上指的是马太福音24章，河边指的是但以理书。此道既是一种启示，它是珍贵的见证，涵盖了3个维度。而接下来的内容才是重点。启示录12章17节在描述了渔民之后，紧接着说：“龙向他们发怒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你无法迷惑那些持守基督见证的人，你无法用虚假的神迹去欺骗他们，也无法用流行的宗教去误导他们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说了什么，他们以此为准则坚守。启示录是旧章世界对此做了完美的诠释，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语言的灵。启示录是旧章世界，耶稣的见证正是那语言之灵的本质所在。从摩西的律法到但以理的异象，乃至最终的启示录，所有真实的语言皆是源于同一个圣灵的感召，而这灵的源头正是耶稣基督那位忠心的见证者。启示录呢是2章17节中有这个词对应的希腊语是 echo， 它指的不是我曾经读过它，而是指我持有它，承载它，并且此刻正活出它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你拥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吗？这不仅仅是曾经世纪因背过的一个事实，而是你是刻铭基于新的东西，是塑造你观察世界方式的东西，是守护你的心智，是欺骗受蒙蔽的东西。当世界陷入混乱时，你有基督亲口所说的话作为依靠；当新闻令人恐惧时，耶稣早已谈及了这一切；当欺骗无处不在时，你不会感到亮哑，因为你早已做好了准备。
那么，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呢？那就是耶稣作为目击者，在山上、在河边、在道上所讲述的关于历史如何终结，关于善与恶之间的大征战，以及他最终的胜利。而渔民即上帝末世的子民，不仅仅是知道这些事的人，他们坚守他、坚信他，并宣扬他。愿上帝主我们都能成为那样的人。